仲量聯行今天發表的香港地產市場觀察報告中指出，5月份灣仔、銅鑼灣甲級寫字樓吸納量創下自2024年4月以來的新高，主要由於中環寫字樓供應緊絀，部分租務需求轉移至灣仔、銅鑼灣。這些來自中環的租賃需求加快了灣仔、銅鑼灣的寫字樓租賃活動，令該區於5月錄得98,600平方尺的吸納量。灣仔、銅鑼灣甲級寫字樓的空置率亦回落0.6個百分點至5月底的9.8%，為10個月內的低位。仲量聯行香港商業部主管郭禮賢表示，中環最優質的甲級寫字樓接近全部租出，令部分租賃需求轉移，並同時令整體寫字樓空置率於5月底回落至13.3%。不過，租戶將仍會較注視較新及優質的商廈。